要我说的大事细点再来问你们好，这个时刻就是来到你的家，我们今天的教导就是28课的有啥动作都是非常好，我们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是条件有没有拆毁掉？那我只是非常直接的回答你。是条件真的被拆毁掉，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摩西的律法和是条件，就是教那个犹大人的和外邦人的产生的矛盾的。如果我们要读一下这个尼希米记第13章第3章，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些经文的话，就是这个举一全书的话，就能看到这个就教那个犹大人的和外邦人的产生的矛盾。我们在这个尼希米记第13章第三节，以色列人民的听到这个段法律，就跟他们的涉断的中所谓的外族的割裂，就是他们听到这个法律的时候，就是把那些其他的国家割裂。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就是没有看到在以色列的，就是没有他们在做这个事，因为在那个条件的时代的时候，就把那个一提到这个世界，就是把那个其他的国家赶出去，这是以前的情况。还在那个我们再阅读一下这个《申命记》第7章第1到3节，我们应该读到第2节就过了。亚凡的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就是你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从你们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这就是那个许多的国民，就是赫人的、哥吉夏人的、亚摩利人的、迦南人的、比利斯人的、西维人的、耶布斯人的，这个国民都比你强大。亚凡的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是要把他们灭绝，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这个就是要把那个其他的国家要灭绝，你要相信，你要想一想。那这个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有现代那个以色列的有没有行这事？那这个就表示说，就是这个就是不可以再进行的。你要继续重说的话，你就是傻瓜。因为对这个以色列的，应该大有精神，这个要这些法律，不可与他们的。不可接近，不可与他们接近的，因为那个其他的国家就会败坏他们的，所以这个摩西的律法和世界就是叫犹大人的、外邦人的要发生的原则。那要说来临的时候，就是要说就是一个给世人的立约，就是那个法国人的、美国人的、中国人都可以在这个立约上面。以赛亚书第42章第6节，就是他是跟世人的立约。我们翻译出的名字来阅读，我们就是马上阅读现在怎么样了？真的没有吗？那我们一来查一查应该恢复正常的。现在恢复正常的没有现在可以吗？好，现在可以我也发呼召你，赐力量的给你。这个是在哪？使你在世上的主持的公道，我要记着你跟世人的律约。我要使你成为王国的之光。这位上帝的儿子，他就是跟世人的立约成为王国的之光。他就是一边世人的你的立约，你的之光。那你也说什么了？因为这个上帝的儿子就是世人的立约。
王国的之光，我们都已经知道，如果我们提到这个世界的话，就是把那个最大的国家赶出去，因为这个新联盟就是要把那个最大的外邦人的犹大人的周围占了和二为一样。就是他所有的人都是所有的人都在他里面，因为他就是给所有的人的律约，这个上帝的儿子就是亚乌说他是圣人的律约，那他怎么能跟以色列的同在？假如说这个世界还是保留在他们的地上，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帮不说在不可以见不可以见的，就是说你要们把最大的国家赶出去，所以就是不可以他们在成了和睦。根据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六节，我们应该在那个他对我说：“我的仆人呐，我给你想的重要的任务，我要复兴你那个支柱，领回以色列的子孙，我要成为王国的之光，是我的救恩的布在天下。”他就是世人的之光，那就是这个是外邦的之光，那外邦人必须要进入。亚法对他子民这样说：越那地的时候也一到，我去定你，拯救你的时机一来，我就帮助你，我要保护你，看顾你，记着你与我们的律约，我要让你荒废的地方，让你重建的家园的。亚乌说就是把那个外国人的话要进来，因为他对那个他真的不看不起那个犹大人，但是在那个耶利米的第34章呢，他就把那个犹大人放进来。但是这个圣人的律约的都是为了给那个外邦人，因为撒亚来的灾星，那耶利米亚来的灾祸，那这个要得到这个圣人的律约的话，就是那个都是给那个外邦人，但是他们都接着那个耶利米书，耶利米是带这个大言的说，就是叫他们要放进来。假如说那个犹大人的外邦人的长了在一起的在和睦的话，就是那个世界就是要把那个其他的国家外邦人赶出去，却另外一个就是叫那个外邦人赶出去，这个能成了和二为一呀。这个就是个问题。那上帝有什么办法？你应该不需要递这个，不把这个问题递给那个上帝，因为他是个上帝啊，他就用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一个要拆掉了，你那个虫子，所以他不会为了你要烦恼。因为他说这个是个证据，你要寻找那个证据啊，你不寻找的话，那就无所谓。他就是这样的办法，这个是那个证据啊，不许你要对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是他的，他是颁布这条法律啊，这一切都是来自他人。那为了这个，就是我们阅读这个圣经的话，就是这个叫他们远处。这就是那个伟大的限制，这就是要无法颁布这个通过那个使徒们，因为使徒已经说过了，我所写给你们的都是要无法的命令，在哥林多前书第34章37节，万一有人在说是这个是使徒的话。不是，因为使徒的教导都是要无法的教导，这个就是要无法的命令。哥林多前书第34章37节，如果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者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我这边所写给你们的都是要无说的命令，就是我刚才对你说的，给你讲的都是要无说的命令。那要无说的命令是什么意义啊？就是一个法律。那要无说要颁布什么样的法律？就是对那个犹大的外邦人，他的法律就是要把他们称为和
而为义啊，那就是为了教他们的和睦的话，就是把那个世界要拆掉了。因为根据那个世界的法律上的话，他们就不可成了和睦。为了做这个犹太人的外邦人的要和而为义的话，就是要把这个世界拆毁掉。如果就是你要放纵说这个是从这个世界的话，你就要下地狱。所以这个保留在以色列的地上。但是在犹说里面是没有这个世界，你应该要想通了，因为这个是非常简单。所以那个魔鬼呀，就是想骗你的话，你要听从到魔鬼，就是那些假上帝啊，都是这样的教导你。都是那个耶稣都是这样的教导，没有除掉你的罪，所以你要听他的教导，然后教你要遵守这个世界都是那个犯罪人，要教你遵守这个世界，所以你要听那个犯罪的教导，你要想好。我们来阅读一下那个上帝的阅读，因为这个门读到教导这些无说的教导呢，无说用什么样的方法。他就把它拆毁掉了。那耶稣动在真的是非常帅，耶稣把一切都搞坏了。我们耶稣都是给你讲的，就说非常帅，因为他知道这个是要杀人的，他就把这个拆掉了。耶稣动在就要，那你可能问我，上帝怎么自己要破坏他的法律啊？你都知道。这个不读他是没问题啊，因为大家按设立的时候，他都破坏式的规定。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约翰福音第9章第9节啊？还有约翰福音第9章第18节，这个他说的父亲一直工作，他说的就是父亲的也法。那就是，然后他把那个就是那个安息日破坏了，那个就是那个不可就是那个以为上帝这个破坏了。那就是上帝都已经把非常伟大的2条法律都被破坏了如果按照情况的话，他们就是得罪呀，因为他把这条法律就是除了我也不可以有别的神，他都把这条法律被拆掉了10条就被拆毁掉。我在小水把那个手机都摔到了，这个是没关系啊，没关系，因为世界真的被废掉，因为他们夫妻俩的都把这个废掉。他们说那个他的父亲都在那里说，这是我的儿子，我喜悦的。就是他父亲把这个世界践踏了，这个就是从天上有个声音对我说这是我的儿子，这个就是表示2个上帝。那对那个安息日大的就是他那个父亲，就是他说我父亲一直工作，我照样的工作，所以他就是他坐在那个宝座上，他是伟大的心智啊。我说神的，你的神就是神。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再等，你要再继续遵守这个话，就是你傻瓜。因为上帝说，如果你犯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犯了一条就犯了中条，所以你要小心，这个不可以加添的，也不可以上减的。就是在那个上面这第4章第2到第1到第2节，我们都已经看，我已经知道，我已经看过了，这个世界是被拆毁掉。以弗所书第2章第11节，我们应该读到22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的，你们总讲若的是外邦人，是长为没有受割礼，因为就是这个受割礼的话，没有叫那个外邦人的犹大人的要产生的矛盾，因为以撒就是他是个受割礼，所以他给那个菲利斯亚比米利，他们就一起吃饭一起喝因为有些人就是说都是他们要产生的矛盾都是这个割礼我们来阅读一下这个创世纪。
创世纪第26章这个没有看到第8节，我们第八节，我们先说这个话题的话，就说这个受割礼有叫他们的产生的矛盾的。我回答说这个没有叫他们产生的矛盾。我们到那个创世纪第26章第8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的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侄子利百加死亡。这个亚比米勒就是那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烧了以撒来，对他说：“他是在神的侄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然后在那个下面呢，他们就是要达成了条约，然后就是一起吃饭了。这个是在哪？在27节。创世纪26章27节，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喊我打发我走，为什么到我这里来？”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亚法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结识，彼此立约，是你不害我们的。”就是那个亚比米勒非利士，他就是要彼此立约的，跟以撒就是以色列的。我们都通过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到他们都没有原错，因为亚比米勒是没有受割礼以撒是受割礼，是你不害我们的，正我们未曾害你，以为敌火的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那是蒙福也发赐福得了。亚撒就为他们设白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在这里就是他们白宴席的，就是边吃要达成了立约，就是说就是这个割礼就是在那个十字架上是被拆掉了，别乱说，因为这个并没有教他们的要产生的矛盾。因为我们在这课的教导已经学过，已经看过了，这个就教那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要产生的矛盾。那应该要做什么？应该把犹太的外邦人要成二为一样。就是我们在那个以弗所书第20章第11节到18节，以弗所书第11章到18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的，你们从前安如地是外邦人这个就是还有一个称呼就是呼叫而已因为就是以撒他是受割礼，却打给那个亚比米勒非利士人，他们边吃边喝时常我没有受割礼，就是这就是你们在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就是在以色列的国民在所允许的主约上的是就外人的并没有指望，没有神，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因为在这个世界是跟其他外邦是没有什么，没有指望。你们从前原神的人，如今却在亚乌刷里靠着他的血，就是为了借着亚乌刷的血在那个十字架上流血的话，就上帝把他们的要紧紧的。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隔断的墙，都是借着亚乌刷，犹太人和外邦人就成了和睦。因为他就把那个拆毁了中间的隔断的墙，
那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世界摩西的律法，而且以及的身体废掉原处，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接着记得造成了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就是他要拆毁掉这是摩西的律法是条件，为了造成一个新人，就是我说通过十条诫，我说通过十字架上把那个摩西的律法世界要拆毁掉，然后就是那个犹大人的外邦人都成就了和睦。就是你要在中说这个是条件的话，我给你已经讲很多次啊，给你教导都是那个加上帝啊，上帝已经说过了，他不定罪人的祷告，所以那个犯罪的人，他们自己要么从这个耶稣这个上帝都是假上帝啊！你们怎么听从这个？都是那个死了犯罪的人，所以你们要听这个。所以上帝已经说过了，他不定犯罪的祷告，你要等待西家，你叫你不犯罪，与西家同在，就说没有不遵守是条件，不再犯罪。要上帝把这个情况给我们看了。的很清楚啊，然后他就是为了将两下接着造成一个心，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上帝，然后就是他通过上帝的话都成了为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是这个十字架上就是要灭掉了摩西的律法十条子，我们真的应当快乐。我们为了这好事的话，要争胜一下。你在家听我的时候，应该要争胜一下，因为把那个中间的隔断的墙壁拆毁掉，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就是要我说，他把那个犹大人的和外邦人合二为一，然后他把那个中间的隔断的家庭被拆毁掉，然后他就是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被个上灵所看的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个是不是那个十诫是不是被废掉？我们要通过那个塞菲尔多拉，就是因为可能都是大家随便讲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话，这个以弗所书的话，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在以弗所书，我们稍等一下，以弗所书。那你说这被拆毁掉是什么？我给你个回答，就是那个是摩西的五经，摩西的五经就是十诫和摩西的律法，这就是那个犹太的字，对那些懂得这个犹太的字的话，就是可以阅读。我对那些人有些自己说他是会说这个犹太字，但是叫他听阅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阅读啊，要不。我们不做的那么远的话，就是他说这边就是说摩西的五经，在那个以弗所书所写的就是摩西的五经。他说这个摩西的五经他是怎么了？因为我们都是能看到，都是在那个以弗所书第15章，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这个是第15节，那个有第15节，我们就来读下这个英语。而且一直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这个冤仇，就是叫他们的有产生的矛盾，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那在那个律法上的规条说的就是摩西的五经，在这个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要被拆毁掉，就是摩西的五经。对那些懂得这个摩西的五经的话，
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就要学会一下这个摩西的五经的这个摩西的五经就是摩西的律法和世界。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就是讲不知道而已。因为这边就是宣布非常清楚，被拆毁掉，就是摩西的五经，在你们的屏幕上面能看得清楚。那我们就是到这里就结束，因为那个就是那个摩西的律法是掉，那个世界有没有被拆毁掉？真的被拆毁掉。因为如果他们这个是不被废掉的话，那个犹大人的外邦人就不占了和睦。然后这个被拆掉的时候，就是要通过耶和华钉在十字架上，把他们拆掉了。耶和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和华都把这个世界被拆毁掉。然后那个犹大人的外邦人就和二为一啊。那我就请你要跟去耶和华那里，要去那个天上天的，不要拆掉这个世界的话，你就永远不要上去那里。你们所信仰的就是那个加上的，就是有人随便起这个名字，应该你们要呼求，就是要我说，然后就是那些要给这个子民的乖乖的话，因为上帝的教导是非常清楚。他说摩西的五经是被拆毁掉，所以你们个个都要想好，因为摩西的律法和十条诫被废掉，否则就是不会他们成了和二为一。所以你在听我到的时候，就是要到耶和华这边的耶和华同在之上真的蒙福。现在这个都是被奥秘，现在就能透露出来。耶和华同在，因为耶和华真的是非常好。与他同在真的是非常快乐。我要呼叫你到耶和华这一边来，永远的荣耀归耶和华，永远的荣耀归给父亲耶和华。我的话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亲耶和华，多亏你这个教导，我非常感谢你的恩典，你的伟大的良善。因为我都把你的话传给他们，他们能够明白你这个教导，因为传给他们就是永生的。亲爱的父耶和华，请证据他们，要我说，请证据他们给听着人的好处。通过你这个教导，你就得罪他们。我相信你真的要报答我们的祷告，永远的荣耀归给你。愿你的圣灵的要打发，要叫他们要返回到你那里，为了荣耀，为了给荣耀的生命的，为了报答你的所流血的血。现在都是每个人要做出决定，因为教导已经非常清楚。亲爱的父耶和华和耶和华荣耀归你们的，为了这个教导，请你保护没有任何人的权势或者权利能阻止，请保佑他们能够平安回到你那里。耶和华叫他们不会迷路了，请证据他们。我奉有上你的名字做了这一切的祷告，哈利路亚，阿门。耶和华祝福你们。我们下一课的教导再见。